甜夜歡歌，鐵花漫空，星火灑滿蒼穹。篝火萬舞，係山海之間最純粹嘅共鳴。萬物生長，繁花湧動，我哋喺貴州見到咗春天最真實嘅模樣。我喺2024年嘅11月組織咗一個250人嘅行善之旅，呢度仲需要好多嘅經濟同埋幫佢哋點樣去改善民生嘅。我好希望透過一次嘅旅程，俾更加多嘅客人知道瀝源潭呢個地方。高鐵旅遊專列載住數百港人嘅期待同心願，準備駛向多彩貴州。Hello， 呢架就係我哋嘅包車啦，由車頭到車尾，全部都係我哋嘅朋友，都會參加我哋呢個團嘅。方圓100里都係杜鵑，仲係野生嘅杜鵑，快啦！開到幾靚！百里杜鵑，春萬千山，離開石屎森林，先至感受得到大地有風，山河有心。登上花崗大橋，橫越峽谷雲端，長風穿谷，山河壯闊，盡收眼底。今次我哋第3次跟佩儀㗎啦，係啦，好玩啊佢！我哋去咗長江三峽第一次，第2次就今次跟阿佩儀嚟呢一度，開心，感覺啊好有新鮮感啦。帶住善意奔赴眉頭，一份心意跨越千里。向跨越山海、遠道而來的你們致以最真摯的謝意。感謝你們在百忙之中牽掛着我們，為我們送來溫暖與幫助。我們這一次一行人是一個旅行團，而且我自己也不停地在思考旅行的意義是什麼。我覺得我們除了是來看山看水，我還一直在提醒我自己，我能帶給那些地方什麼。往後還有更多的機會，來到貴州把我們香港人的愛心傳播下去。喺春天撒下善良嘅種子，期盼每棵小樹都可以茁壯成長。Hello， 記住跟專上啊！我係第4次跟佩儀遊旅行噶啦，一定要參加專上假期，佩儀遊世界，耶！山水一程，心途相近，帶走嘅唔係蜂蜜，係善意嘅力量同人間嘅暖意，心懷熱愛，靜待下一次，我哋一齊奔赴遠方。